有一啲叫庫爾德人啊，就喺日本抗議嘅時候咧，就打一個日本嘅議員。呢單嘢咧，其實我都有睇，好離譜嘅，根本就應該趕佢哋走。佢哋又唔工作，係嘛？跟住咧，佢哋又信穆斯林，又要求日本咧起清真寺，又話周圍都係食豬肉，佢哋好唔慣，就去嗰個吉團家人哋專賣豬肉嘅嗰個連鎖店啊，去人哋鋪頭門口咧就即係叫做祈禱啊抗議。根本咧你要求穆斯林，你應該翻去敍利亞嘛，係嘛？應該將佢咧就遣返去敍利亞或者加沙，將佢同係嘛根本強行去遣返去加沙就啱㗎啦！呢啲人係咪？即係俾好嘢你又唔願意係嘛？咁你咁撚中意穆斯林，你翻去你哋嘅地方啊，翻去你哋嘅世界啊嘛，係咪？呢啲我覺得咧絕對要強硬嘅執法嘅嚇。你咁掛住佢，有時喺外國啲中國人啊，係嘛？你又掛五星紅旗，你又咁撚中意中國，你即第一時間見到佢舉中國紅旗咧，其實應該強行將佢趕翻去大陸嘅，係咪？你應該去翻你其實係成全你嘅，你咁嚮往中國係咪？咁啊趕你翻去好似好合理啊，係咪啊？